肥了。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希丽丽。村民台先呢，也按多年来呢，演出动到去到农体，去到各个钟头来看下农体当中发生了乜嘅事情。不过呢，你敢有发现哦，也一部分你对北埔，而去到中南部嘅事件，冇像你视察，经过台78线东西快速道路嘅下，冇像台19线嘅公路哦，当中会发现哦，一溜里下南呢，你就会发现，东窗会看到一亮、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一块一块的太阳能板。那些呢，上面是不是真的在发电，在种绿能呢？还是坊间其实陆陆续续有传说，这些太阳能板其实上头挂羊头卖狗肉？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呢，村民台飞就有请来各位贵宾，我来向下讨论农体中天也个现象。首先为大家小姐敬备嘅贵宾，第一位是顶矮右手边的农委会企划处农地利用科的科长王玉珍王科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经济部能源局能源技术组的副组长曾增才副组长你好。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你好。3号来是中华民国太阳光电发电系统的同业工会副理事长郭宣甫，郭副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湾农村称先副秘书长陈明轩。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就像刚才有讲到啊，各位乡亲朋友，你的一溜下南的工厂当中，你敢有发现这些亮晶晶的太阳能板呢？其实我们发现哦，就像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或是要到南部去，中南部的土地上，最近呢多了好多的太阳能发电设施。有人说这个叫农业大棚。那这样子的绿能发展，其实现在最多就是集中在我们的云林地区。那云林也是发展农业的核心地带。我们先跟着记者的脚步呢，一起透过镜头来到农业大镇，还有云林跟屏东一起看一下。今年来到中南部嘅农田，除了看得到当头种嘅青菜、选项，还有那种太阳能发电设施。政府单位按照农业用地设置用能设施，民间系按照农业太棚，也系农地种田。在云林县，不管是工厂、学校的屋顶，或者甚至农业设施，陆续都有蛮多的业者或者是农民去申请这样的一个太阳能光电设施。98年嘅再生能源条例公布了后，光电业者就已經投入用能生產。到了202年嘅10月，農委會開放農業用地種田，使得發電用能嘅範圍更加擴大。以去年嚟講，2年外來就係賺500萬元。除了將農業經營同太陽能發電結合，農民同土地租盤光電業者，以公頃嘅租金1年20萬，同時契約通常係20年。所以农民也是在费力。李县长上任以后呢，就针对这一块，他除了延续原先的农业首都以外，他也希望说，在云林县在有这么好的一个阳光资源之下，也可以来推绿能首都这个区块。麦寮乡整乡都是地层下陷区，地层下陷区最主要是农业灌溉，就是禁止抽地下水。我觉得呢，如果农业可以结合太阳能，它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嘛哈。就是讲温室结合太阳能，也当种菇，种菇它的产值很大，还有提高农民的就业一些没有在耕作的农地，也可以让农民收一点租金啊。我所知就是讲，即卖大家这时势就是安尼啊。农民算歹种做，伊的话就转做就其他的出路增加伊这些收入安尼尔。增加农民收入，结合农业生产，甚至防止天成下旱气候更加恶化，了到拢系农地种田嘅好处。做到98年嘅800风灾了后，屏东县政府也发展出一般讲嘅养水种田。太阳光电的部分可以种在原来的这个比较低凹的那个我们讲的渔温或那个莲雾园的里面，好，那透过这个方式呢，除了可以去赚取获得一些经济嘛，
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可以卖出去。好，那第二个的话也可以带动，等于说让莲雾园或者是渔塭的那个，等于说我们的居民又可以有一个那个就业的机会。本沿海底浮体区莫阁悄悄踢下水，同时本土体得到歇困嘅机会。屏东县嘅养水种田前几年渐渐做出好名声，已经有43公顷嘅种田面积。这本来规划3期设置，因为遇到限制，像係亏损也系变田设施相对无拉得到，天意3期嘅计划停止。安尼嘅情形，其实也系其他有心爱继续发展6年嘅演示同相关单位刷下来爱好好思考嘅课题。我们的记者呢，也实际到了好多地方去实际的查看。乡亲也跟我们说，现在不管要申请程序，或者是要申请补助等等，其实现在呢，我们把一栋房子来拆开来看，从中间割一半好了，屋顶上面的这些相关的程序补助申请的程序，你要找经济部能源局，在下方呢，是不是实际的农地应用状况是怎么样？相关的补助呢，你这时候要找行政院的农委会。大家就说用屋顶把它切开来，不同的上下属于不同的这个管辖单位哦。然后呢，现在农地冒出了什么样的乱象？先请教品轩好了。最近大家开始在申请这样子的农业大棚、农地种电，结果呢，农村冒出什么样的状况了？好，这几年哈，因为农委会开放，就是农业用地就是可以设置绿能设施这样的状况。那所以说呢，我们在乡间其实看到很多的农民，那他可能就是增加了诱因，那他把土地然后租给一些业者，然后拿去设置大棚，然后在屋顶，然后设置太阳能板去进行发电。那这些土地我们比较忧心的地方在于，这些土地它有很多是位在特定农业区。那这些土地以我们台湾的农地品质来说，它都是处在农业区生产区位非常良好的土地这个地方。所以说，所以我们在乡间常常会看到，就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特定农业区，甚至它是一个生产专区，可是，在中间就突然冒出个大棚，然后上面就是设了太阳能板。这个在我们的整个农地完整性，我们的农业可以有一个比较就是规模性的经营的话，那农地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它也会造成一些农业生产环境的影响。好，例如说耕地的完整性被破坏，那么机械化操作困难，然后规模化不易等等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实的农业生产环境上，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也就是说，这样子的农地种电的设施已经占据了台湾农业很精华的地带，现在开始不种东西了，开始种太阳能。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例如说最早开始种电的，可能像屏东的洋水种电，所以它一开始是推在一些地层下陷区啊，或这些沿海地区，它可能不宜农的地区。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例如说云嘉它的精华的一些特定农业区，一些非常完整的农地也开始出现农业大棚。那这个有让我们对我们就是从农业部门的角度来看，似乎有点是说，因为发展太阳能的这个政策，它反而回过头来吃掉我们正常的农业发展应有的空间，这是我们比较忧心的地方。102年10月的时候，农委会开始开放农业用地设置绿能设施哦。再来呢，隔2年104年2月开始比较严格一点了，先要透过实务的审查，确定有结合农业经营的方式呢，才会给你实质的证照。然后同年的8月，要怎么样看呢？确认你的建筑物有没有依照原本的计划来去实行，最后才会发给你建筑执照。再来同一年，我们一直要强调同一年哦，待会会跟大家说到，因为同一年的9月呢，审查又更加严格，你必须要有农业经营的事实，才能去申请附属的太阳能板。首先，我们再来请教科长，为什么当初102年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政策开放？再来104年，为什么同年政策会3变呢？其实，在102年的时候，其实能源局它已经在大力的推广所谓的阳光屋顶100万，所以我们也在思考，就是说，那在我们现有的一些农业设施上面的屋顶，好好来利用一下。是否可以就是说，结合这样子的一个再生能源？那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增加农民的一些收益。那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就是说，有一些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那个土地有没有，它可能是污染地，或是所谓的严重地层下陷地区不利耕作的土地。那我们也在思考，就是说这些土地的话，怎么样让它能够更多元的利用，不要只是废在那里。就是废耕这样子闲置未用哦。所以说，在102年的时候，我们就修了所谓的农业设施的容许办法。
对，就是那后来再经过2年，到了104去年嘛，怎么会1年政策3变？这中间是不是发生什么状况？或者说102到104当中啊，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是申请的状况越来越多吗？还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乱象或是现象，才会提醒我们要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把关？应该是说一个新的规定啦，它可能在执行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的状况出来。所以我想就是说，其实行政部门的话，它是基于就是说，在行政的协助上面去做了一些解释，包括就是说，大家认为就是说，既然是结合农业经营，那它应该要有农业经营的事实啊，对啊，农业经营怎么样去认定？那会是中间发生了很多人去申请，结果实际下面却没有在农业经营，所以才要来去加强它的控管吗？确实就是说，实务上的话是有发生这样子的状况。那可是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因为在执行面上的话，它其实是需要明确。所以说，104年2月开始，其实我们是针对农业经营的部分做了比较明确的解释，包括就是说，它要有产量的作物产量的70%啊，好，还有就是说，它不得影响农业的经营，所以是要求就是说，它要有一些试验的一些研究报告。好，谢谢科长。曾副组长，那我再来请教102那时候开放这样子的设置绿能设施，2年多来，其实升级很用的喏，生产的案内有进来进度，喊黑它呈现什么样的波动状况？我们看最近2年哈，太阳光电在农业设施设置的量啊，确实增加不少。总共设起来大概是283 MW， 那占当时总设置量552 MW， 占了51%。也就是说啊，我们设置10 kW 的太阳光电板，其中有5 kW 是设置在农业设施。也就是说，这样的量产生出来啊，我个人观察大概有几个原因呐。第一个呢，就是农业设施设置的成本相对其他而言可能比较低一点，相对比较低。第二个呢，它的设置的速度啊也比较快啊，因为我们太阳光电趸购费率是完工费率啊，1年定一次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趋势之下，很多业者啊就寻找农地啊来设置太阳光电啊，特别是像我们99年、100年，针对那个莫拉克风灾，在林边乡有设一个扬水种电，不过事后来看，这样个案例算是蛮成功的啊。就设置太阳光电之后啊，让这个地层下陷区的土地啊能够休息因为我们趸购20年嘛，所以这不再抽地下水，让自然的水啊能够涵养水分、涵养土壤之后啊，能够渐渐活络当地的土地啊，那农民收益也提高了。那再生能源业者呢，也能够有个地方可以盖太阳光电，同时呢，也促进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对整个国家而言呢，应该是3赢了。好，感谢副组长哦。支持种电的人，他认为这样子种电原本农地休耕的状况很严重，透过种电，它是不是可以让地力休生养息达20年，而又可以减少超抽地下水这样的状况，就可以解决了地层下陷的问题，尤其是在云林县，还可以发展所谓他们打出来的绿能首都。但是反对的人却认为农地不农用，然后呢，你这样种了太阳能板下去之后，你造成农地破碎化，其实双方的意见呢一直在拉扯呢。而且呢，云林地区可以说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这个农业生产区，当时就是为了要方便机械化，所以才会这样子的耕作。可是之后呢，经过越来越破碎化之后，是不是很多问题慢慢的跑出来了？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农地种电呢，它现在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呢，温网式、地面型、畜牧型、扬水种电型它分别占不同的趴数。请教副理事长这样子的状况，现在目前申请最多看起来是地面型，那这个集中在哪里？为什么这边会呈现最多呢？这地面型一般如果可以申请地面型，一般应该是属于地层下陷区。那它下面大概种的是什么居多？如果是地面型就不需要种植。不需要种植。是因为它基本上有一部分像扬水种电的部分它后来都是要让它休养土地嘛，所以它不希望它做任何的种植，所以它把它变成特定事业用地，然后就让它这样土地休养20年。其实我们一直都主张说，农业你就回归农业，太阳光电回归太阳光电。其实把2个东西混合在一起，到最后的结论不是太好的。因为就像刚才那个另外来宾讲的，他说，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在良田上面去种所谓的温网式，结果没有实际的种植，那
这样其实是对整个农地是有冲击的。那我们再来看。这样子的农地种电是不是真的可以创造所谓的3赢呢？对农民来讲哦，他把这块地租出去之后，他可以有1公顷20万的收入，然后呢，这个租约一打就是20年。但对光电业者来讲，他只要一开始投入建制的费用7800万，然后呢，花租地的费用，把这一笔租金缴给农民，再来呢，他就会发电就有收入。1年大概可以获得720万，大概换算下来，平均11年到12年可以回本。那对台电来说，当然是增加绿能，保证收购，这是他对农民的一个契约嘛。所以这样目前看起来是创造3赢的状况，实际上农民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应该说，在整个农村当中，其实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的农民其实他们都老了，无力耕作。那无力耕作，我想刚才有一个说法是说，当我们把那个土地全部变成比较机械化的去耕作，那这样看起来是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是有好处的，但是实际上，我听到农民的说法是说，他们说这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剥削了，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因为他说其实我租给农业上面去使用，其实我的租金非常非常的低，非常低，不如来种电好了。可能1年就大概5万10万，他可能就是收益非常低。如果他的土地又没有1甲地那么多，他可能就几分地，1年可能就1万多2万，就是这么低的收入。所以说，我们是觉得，在某一些比较需要去保护的粮食的区域，应该是让它继续好好的维持啦。那至于说那些不利耕作的啊、地层下陷的部分，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辅导那些农民来增加收入，也让国家的整个绿能的推展有地方可以去发展，这样。那请教科长哦，在这个一签约就要跟光电业者签20年嘛，那中间谁能保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农民有没有反映出这20年当中其实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对，确实我们也有听到农民这样子的声音，而且实务上的话也是有发生一些争议，所以我们也请就是说麻烦能源局这边可能就是要适度的，就是说跟我们的光电业者就是说要去跟他们讲，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跟农民，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双方的合意，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合意的话，它其实就会所谓维系在所谓的契约上面，所以应该是在那个契约有没有双方的一些权利义务的关系，应该要予以明定。所以我们也强调，就是说对农民权益的保障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要非常的明确，而且要落实。那这样是不是对农民来说，租地他不用耕作，不用做其他事情，就可以靠租金来当包租婆，这样真的好吗？平轩，大家怎么说？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呢，确实有些农民觉得说，这个东西有诱因，我把土地租出去了。可是我们也听到另外持续在耕作的农民说，他买不到地，他租不到地了。对，他租不到地，因为地租被垫高了，因为他可以租给光电业者，所以他地租被垫高，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另一个问题说，那现在大家都鼓励说，你把地租给光电业者去租给农民，去增加收入。那我们这些实际在耕作的农民，实际有在继续耕作的农民，难道就要被放弃了吗？那难道我们就应该，要么就要选择租给光电业者增加收入，要么我们就只能就是继续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继续耕作吗？我想说，这个是整个农业结构的问题。这会是 yes or no 2分法的问题吗？我认为这不是。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太阳能光电跟农业，它都是国家非常重要而且必须发展的政策，也是趋势，也是趋势。所以重点是说，这两个产业如何各自找到它的主体性，在彼此具有主体的情况下，异业结合，这个才叫做共创双赢，而不是一端侵夺的另一端。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好了，那么农业的部门肯定有抱怨，比方说地租垫高了或者什么，或者说农业的那个跟生产范围破碎，造成机械化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出来。那比方说实际上在开放农地种电的过程中，政策一变再变，那对太阳光业者会不会造成一些困扰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这应该是要去通盘的去检讨说，那两个产业我们如果都是必须的情况下，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两个产业可以互利共生？怎么样抉择？然后它占的比例趴数是怎么样呢？当然，一件事情一体两面，一定有好处跟坏处。当然，农地种电它好处是增加绿能，然后结合农业经营。还有刚才大家提到云漳地区呢地层下陷很严重，是不是透过农地种电的方式就可以来减缓地层下陷，好好的利用
不好的地方，然后也减少农民灾害的风险。一体两面的事情，民间的质疑是怎么样呢？带你一起下乡。农田地堡的3年阿鲁米钢架藏定太平界太阳光天板，安尼个现象，本有等营销讲，一条阿鲁米藏起来个铁皮屋，上下面行个装修，一粒一粒对农体行不出来，甚至有等营也认为，这种裂片一地、甲片一地个农业太棚，会破坏林田依照个环境性，影响农作物生产。我相信只要念过小学，都知道光合作用是什么意思。然后作物生理学上面也告诉我们，你减少了光线，就它一个叫光饱和点，一个叫光补偿点如果了解这2点，就知道，其实透光型的设施上面盖了太阳能板，绝对会影响作物产量。批评者用国际嘅知识证明农业太棚嘅问题，佢系有人认为，拖农地搭6年设施，妨碍机械化操作。一整块空旷的农地的那个农会这几年来讲，就是一直在做条状或块状的整合，把小块的农地整合变成大块一点，那可以做机械化的耕作，是不用再跳来跳去，所以它工作才有效率。那农地如果它里面还有搭一些设施或者是一些那个绿能的设施，那毕竟农机在操作的时候，它可能要跳着来做耕作，所以它的效率当然会降低。另外，目前钢铁业者同农民主体通常係20年，到時節可比上復工，可能也有點問題要解決。農地你要在搭設綠能設施的時候，畢竟呢，它可能要有做基礎的建設，比方說它要水泥啦，或者是要一些那個打地樁的事。所以那个整块农地它已经有水泥化了，所以水泥化之后呢，你要把这一些地上物把它挖掉之后，重新再做一些务农的工作，其实是不容易的。還有，今年嘅農地種田也出現排擠效應，就係有時咪做農嘅人簽唔到地，是得做。有些青年農民回來，現在在抱怨什麼？他們租不到地啊，因為目前如果在做農業發電的，很多都是財團型的，他來是我們現在幾個農業縣都看到一個現象只要有法拍，幾乎瞬間都被他們買走，反而有意向耕作的青年農民拿不到農地。雖然農委會也有提出辦法，提出確實做到農地農用嘅農地種田，唔過破壞林田依照環境性，妨礙機械化操作，排擠有意識做農嘅主體持地，呢條當中無法度有效解決。建議者期待政府是得有國家統辦嘅計劃，把農地種田嘅優點生態化，政策是得向允續發展。地方政府也说话了，因为农委会呢一开放说农业设施它可以附属绿能设施，结果没想到却爆发假种田、真种电这样子乱象哦。请教科长哦，在刚才我们看到嘉义也说话了，确实爆发一些情形，让有一些有心想要耕田的农民他回去就租不到地，甚至法拍屋火速被光电业者买走，确实有这样的状况吗？因为之前主委是不是曾经说过，假如业者只靠发电来盈利，没有实际种田的话，地方政府是可以把他这张照把它撤销的。过去有收到这样子撤照的状况吗？确实，其实陆陆续续县市政府他们在做查核的时候，也确实已经有发现，就是说，没有未做农业经营使用了，那确实也有废照的状况哦。那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农地的话就是要农用为原则。那今天农业跟绿能结合的话，它当然就是要有农业经营的一个前提哦。所以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其实我想可以分2个途径来处理。一个就是事前的一个法规的一个检讨。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刚刚也有来宾提到，就是说去年的话，我们其实也有在检讨一些相关的法规，包括就是说，比方说大家提到就是说温网式这一块，温网式的话，其实它是要透光的材质它其实是就是说农作生长的话，它其实是很需要光照的。所以网式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网式的话就不再开放。再来就是说，我们会后续的话会采所谓的2阶的审查，比方说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菇类栽培的部分，那它一定要有一个农业经营的事实才让它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绿能的一个结合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我们针对就是说
它有所谓的农业经营事实的话，它的那个作物的产量应该要达到多少？所以产量以后未来也可能要看你产出多少，然后来去影响要不要撤照，或者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哦，这个是绝对必要，因为以现在的农业设施，它要申请农业设施，它就要提具经营计划书，在经营计划里面，它就要去明叙说它种植什么样的作物，它的期程要有多少的对产量要定出来，对，产量该有多少，这本来就是应该要具备的。OK， 谢谢科长。那副理事长这样会。二阶审查，还有呢，刚才法规检讨之后，未来有可能往式的农地种电这种方式就要禁止了，这对我们业者会有什么样的不方便或是困扰？你认为要再调整的地方？那我们是觉得说，在这一些新的所谓管制办法公布之前的这些案例，我们是希望农委会还有能源局这边能够基于信赖保护原则，给予这一些业者辅导协助，让他们不要真的被撤照了。第一个部分是说，那些已经产生的这个部分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来辅导他们？这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刚才在讨论的15%。然后另外一个实际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要让其他的15%发生嘛。所以怎么样不让其他15%发生？我相信今天很多的来宾还有我们的影片当中都有看到，其实就是对于农业生产型需要阳光还有良田的部分，其实是不要去开放所谓太阳光电种电，而我们应该是把太阳光电引导到所谓的地面型，那一些不利耕作的地层下陷的，好好去开发，还是一些我们觉得比如说是原本的盐田啊，国营土地啊，这些部分让他们在那个地方整个去发展，这样的话，第一个能够让太阳光电去发展，第二个又不会影响到整个农业的发展，这样。所以现在是政策走到这边了，赶快来亡羊补牢，发现什么乱象，赶快悬崖勒马把它停下来，未来不要再继续发生了。而对于这个农地种电，民间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这一阶段做了讨论哦，下一阶段带你来听听看其他人的心里话，我们继续回到现场。如果说可以来种植农作物，我是依我的观点，还是农地可以农用来种植农作物。因为我要强调的是讲，那个粮食自足率只有30%，70%还是要靠进口。农地种房屋到跟种利农有什么差别呢？最主要差别还是这里，因为台湾的农地已经在快速减少中，那我们的粮食还是最主要的。尤其这几年气候变迁的时候，那国际粮荒更加剧会产生。尤其今年，104年，你看这个气候变迁以后，在我们整个农产品的价格一直往上调高，最主要还是我们的产能的问题。咱无钱，你就无做遐工作就对啊。还嘛无一定后摆稳赚，迄是即摆很热门啦。后摆会赚袂赚无人知啦，对吧？爱看后摆啦，即摆拢袂准啦。咱政府的政策改来改去。欢迎我今天尤其是郑州陈敏台的讨论现场哦。所以集团呢 ，MTL 個全推版。那會呢，記者就實際去問到，大家其實唔係看到目主頭前嘅利益，都係傳記到前天南擺呢，還有呢，大家開始來反思講，一個農地種電其實唔單槍好嘅素材，佢咩有其他唔好嘅素材啊？現在農地種電遇到了什麼樣的瓶頸呢？先請教副理事長哦。假如說它真的是這麼好的話，大家一直把農地拿去種電，會是大家越來越多？光電大棚、農業大棚越來越多越好嗎？它會不會有一些限制存在？其實台灣的太陽光電的收購價格，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其實已經到1度電4塊半左右。那這個價格其實應該已經是全世界最低了。目前我知道已經是最低。那麼即使是全世界最低啊，我們還是必須要很佩服台灣人的應變能力。其實我們業者也把絕大部分的問題都盡可能的克服，但是在於所謂的，如果以後我們要推行所謂地面型的太陽光電，它的確是有一些瓶頸。那我們先從饋線這個部分來看哈。副理事長，請教饋線，它是在一個配電網當中輸送的那個過程饋線嗎？
应该是这样讲啦哈，就是说我们台电从每一个发电厂发电出来之后，它必须经过那个高压输送，然后到变压器、变电站去，然后再把它变成低压到每一个家户去。一开始台电设计馈线的时候，就是它其实是要输电给我们百姓去使用嘛。所以说现在太阳光电如果要透过这样的线路往回去卖电，那么其实每一条线路哈可以并上去的所谓的太阳光电的量大概只有3到5枚左右，也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大概2000甲的土地当中，或许你只有大概3、5甲的地或者是屋顶是可以并上去的。那并不上去，就代表这个区块是满了，满了之后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再去做太阳光电。副组长，这个问题真的可以被解决吗？还有说，这个当初馈线会有限制，这是设备技术性的问题，我们当初就有考量到了嘛？那怎么会衍生到最后呢？屏东这边的扬水重电2期、3期这边的规划是停下来，是终止的。当初在政策之前，难道没有想到过？那配电网络呢，主要是如果你住户很少，需求很少的话呢，配电的系统就会比较小，啊。那像我们的科学园区的地方啊，那绝对没有什么馈线不足的问题，因为它太多厂商在用电了，所以它是很够用。那问题是在我们现在设置的地点，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偏远地区，或者是比较人口比较不密集的地区，像地层下陷区等等，或农田等等，那大概就是零星的村落在设置家用嘛啊。所以刚刚说副理事长说，其实这个馈线的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是可以的。可以，就是由台电公司来投资这个配电网络，啊，那按照目前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规定啊，这所有馈线的投资必须由台电公司跟业者共同来负担，啊，所以就可能你选择的场地就很重要了。如果你选择地点是刚好有容量，所以你设置成本可能低一点。如果说你设地点比较偏远，你可能要拉很长很长的馈线，这又提高，对不起，那个费用就比较高了。所以设置的时候呢，每一个业者他会去衡量它的成本到底有多少。OK， 像这些设备会影响大家的意愿。另外呢，刚才有提到哦，台电收购的价格其实是节节败退、节节下降。99年的时候还有11块多，101年7.3，降幅已经达到34%了。然后刚刚副理事长提到，现在最新已经来到世界最低，一度只有4块钱左右。那原本对光电业者来讲，他8年就可以回本了，现在要多花4年，12年才可以真正的回本哦。那你从这个曲线图就可以看到，收购电价是逐年走下坡的，从11度1一直掉到现在的状况哦。副组长，为什么它会一直掉下来呢？为什么这个成本会一直降？最大的原因是2个因素了。第一个呢是成本的降低，就是我设置的成本就降低了。第二个呢是太阳光电发电效率的提升，啊，我们看第一个，成本为什么降低？我说太阳光电电池最大的一个来源叫做多晶系啊，多晶系。那过去啊，在那个99年的时候呢，1公斤啊大概是500块美金，现在目前大概只剩下20块，从500块掉到20块1公斤。那设置成本降低之后，它应该会获利更多啊。可是你趸购费率也降低了嘛，所以我说我们的收购价格跟我们的设置成本是一致的啊。刚刚是讲到多晶系，我们提到模组，模组呢现在我们国内是第2大的输出国了啊，最大是中国大陆，我们是第2大。我们大部分的模组还是出口，所以我们的模组报价是以美金计算。在99年的时候啊，大概是1块8毛5美元每1瓦了啊，1块8毛5。现在降到0.55美元，降了70%。但是我们的效率呢？我们同一块的一个模组板里头啊，过去我们大概一块模组100公分乘上165公分，大概是180瓦。现在已经把效率提高到260瓦、270瓦。我们的计算公式有一个很大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业者他的投资报酬率并不会改变。大概是维持大概5.25%左右。OK， 好，谢谢副组长哦。那科长，很多人也是批评说，同时大家要我们发展绿能政策，结果呢，你的收购价格一直
节节下降，这样难道是玩假的吗？那就农业部门来讲的话，我想就是说就是那个因应整个能源政策，国家的能源政策的话，我们提供这样子就是说跟农业经营结合，或是一些不利土地可以释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利用的话，我想这个方向应该也是正确的。那现在就是说后续可能就是说在执行面上面，那怎么样就是说去处理，就是说可能经营不下去的这些业者该怎么办？对，他要怎么回头？对，包括就是说，已经设置在农地上面的这些太阳能板，或是说，它是用农业设施屋顶型去结合的，这个后续要怎么样的处理的话，我想如果说依法论法的话，回到法规面的话，当然它没有在做经营了。那它就是所谓的违规使用，那这个是不管是地方政府或是农委会都可以撤销它的经营执照吗？对，这个废照的话，在法规上面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实际上，假如说一块农田，它已经被种下这个农业大棚，它还回得去吗？平均它还回得去吗？把它盖下去之后，好，现在因为电价太烂了、太差了，现在光电业者好不做了，未来也不继续投资了。可是这个放在那边的，实则它就是会亏钱。那对农地来讲，它怎么办？可以拆掉、砍掉、重练吗？其实农地开放附属绿能设施这个的现阶段的问题，不止在执行面，其实在政策规划面，我们要去思考，就是你这个农地开放以后，它到底未来是不是以复耕为前提？如果未来是以复耕为前提的话，那么在开放大棚种下去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要课予一些相应的义务？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环境补偿或是农地补偿的概念。例如说，欧美的先进国家他们在做就是乡村地区土地或者是农地的开发利用的时候，它都会要求有一些环境补偿的回馈，不管是政府来做还是业者来做。那透过这样的机制来让这些土地在我原本的，例如说农用的情况下，它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的效率的情况下，我可以先让它有其他的营收，同时可以养护它。那等到未来，好，可是在养护它的过程中，养护是重点。现在我们是让它做别的效率的利用，可是没有养护。那可是国外的做法是，它除了让它做别的效率，让土地的那个利用效率提升以外，它会做养护。等到未来我们要回到原来的使用的时候，还是接得上来的，对，我们就可以直接接上来。Okay. 对，有农民提到说，现在大家一头热要投入这个，可是未来呢，你拉长久来看，可能这不是长久之计的时候，大家就会收手，然后就停止再投入。那这跟国家的能源政策会不会有一些相矛盾啊？不管你是99年盖还是104年盖，它的投资报酬率都是一样的，并不会改变。比如说你投资100万，你的投资报酬率是55000块一年，啊，这个是大概是，不管你是在99年盖或者104年盖，一样的，都是一样。所以对一个业者而言，它的成本是一样的。因为你成本一直往下掉嘛，但是我的收益也往下掉了。但是换算成它的本益比啊，或者是 IRR 值啊，内部报酬率大概也差不多。副理长是真的吗？其实我们这个价格一直往下去，那其实是一个竞标机制的问题啦。因为试想啦，比如说以我公司来说，我公司20-30个人，20-30个人一年可能就要1000多万。你说我做还是不做？如果我要做，我就要去竞标；如果不做，那些员工怎么办？遣散。对，所以说。在这个机制之下，我们是被逼着，我们必须要去竞价。那还好啦，还好。我们应该是说，其实能源局在去年年底之后，其实也有看到这个趋势啦，在很多的所谓免竞标的项目上面是已经有开放，好，让所谓的业者能够去做更长期的规划。那剩下来只有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费率可能真的太低。那我们可能在今年考量完整个设置量。是不是又没有办法达成目标的时候，要适度的提高价格？我想这是接下来能源局可能要去考虑的问题。现在农地种电是不是走到一个瓶颈？未来是怎么样哦？大家其实还是不太清楚的。未来要怎么提升呢？来看这段 VCR。目前云林县境内嘅农地种田已經有4000位公頃。農業首都嘅雲林縣希望也是地向6年首都來發展，也就會擴大目前嘅農地種田面積。未来是希望说它比较临近于6轻工业区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来推阳水种电的一个系统。那原先是余温，那上面也可以搭太陽能，让整个它的土地利用也可以更多元化。那农民或者渔民的部分可收入可以再增加。唔單止係雲林縣，
同時也係農業體驗嘅屏東縣，也計劃同6年發展嘅面積同範圍擴大，支持國家嘅6年政策。去年年底，我們也通過了屏東的綠建築自治條例，我們也把太陽光電納入。所以呢，我們未來的太陽光電，除了原來在那個就是揚水種電那部分，我們也會發展配合綠建築自治條例在屋頂，而且屋頂的目前賣回去給台糖的，它是比在地面型的那個等於說，賣回去給台糖的那個費用一度電大概高了1點多塊。雖然部分縣市對6年農業自家嘅計劃，不過當重要嘅係兩個天命系統可謂無停定改進。也係相關嘅配套冇規劃，可能只係講講而已。其實我們可以參考歐洲很多的配置跟做法。氣電共生、熱電聯產，也不見得只有財團能做，其實應該是適度的配合電業自由化，把這個能源的生產跟電網，智慧電網，來做一個合理的配置。台灣要依照充足嘅天然優勢，好好利用呢部分，同時提出有效嘅能源政策。同目前只有發電比例0.3%嘅太陽能發電部分，相信是得有效嘅增加，可配合其他嘅替代能源，非核家園嘅目標將是得漸漸實現。咱擺喺台灣呢，就係向定一個非核家園嘅目標，大家來實忙達標。唔過現時呢，單槍18%按個核能發電呢，其實還會請更多的替代能源來補足這個部分哦。還有剛才呢，大家一直提到，其實像雲林這個部分，是不是現在農地種的應該要來調整一下？像現在最多，我們回到這張圖來看哦，雲林縣很多農地的種電，但是也是因為說它是不是比較不適耕種了，所以應該來調整。那有人拋出一個專區，有沒有可能農地種電來拋出一個專區，用專區的方式來做呢？科長，您認為？我想就是說，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用專區的方式的話，這個是一個正確的一個方向哦。那對，就是說不管是農業或是光電產業的影響的話，都是最小的。那當然就是說，這個專區的劃設的話，它一定有它的一個準則。以我們去年劃設18個地區哦，1253公頃的話，它是有一些劃設的指標，包括就是說它是一定規模，比方說25公頃以上，然後它是群聚集中的，有明顯的地界。它的灌溉排水的飽和度基本上是低的，而且它是連續幾年，它其實是沒有農業經營的這樣子的一個事實，因為它是屬於耕作不利的地區哦，所以它其實是有一些指標的條件，所以未來要發展所謂的專區的話，當然也是要依照這樣子的一個指標條件來做一個劃設。平原專區種電，你覺得可行嗎？它應該有什麼配套措施？基本上哈。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光電大棚，它如果插在特定農業區的中間，造成農地破碎，這樣是不利於農業生產經營的。所以說，朝專區的方向規劃，那我認為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但是問題在於說，專區劃設，那麼首要考量的就是區位問題。所以說，我們在劃設專區的時候，我們怎麼去考量它的區位，以及劃設專區的政策目標是什麼？這件事情必須釐清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說，現在如果比方說，以現在農業用地開放附屬綠能設施的狀況，它是說我把一些不易耕作的農地劃作專區，我來去發展太陽能光電。對，那你這個發展的這個目標是什麼？你是說，這些地方因為不宜耕作了，所以我要把它變更地目，轉用成別的土地，那這樣子的情況來讓它去發展。那這樣的話，對太陽能光電業者來說，可能是比較穩定的。對，因為它之後不會有地目的問題。可是對農業發展來說，我們是流失的農地。那如果要用這種方式做出去的話，那要不要有農地的補償措施？也就是說，我轉一塊出去，我補一塊回來，這樣子的機制有沒有？或者是配套的政策有沒有？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就是說我這邊只是暫時讓你去利用，例如像我們現在簽約的20年，我暫時讓你去用，可是我要養，我讓你利用，一方面讓你利用，一方面我要養地。你剛剛說的復耕，對，那我剛剛講的復耕的工作、環境補償的工作，就要同步的實施下去，來讓這個就是未來哈，當這個20年的簽約期到了以後，我這塊地可以繼續復耕。也就是說，劃設專區，我覺得是個正確的方向，但是比劃設專區劃下去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長遠政策目標是什麼？20年甚至更長遠的國家的農業發展跟太陽能發展的政策目標以及如何調和的關鍵是什麼？
这件事情是我们更关心的。副长，这是也是农政所关心农民的权益，那您呢？我们站在经济部能源局的角度，其实两个是不同的管辖单位。那我们特别要强调这个专区啊，实际上农委会代表也提到，它是属于严重地层下陷区。要先定义严重地层下陷区，污染严重，也是受污染的农地。那这2种土地啊，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不再适合耕作，它是一个贫瘠的土地。所以在不适合耕作贫瘠的土地啊，我们释放出来做其他的用途，比如说太阳光电设置。那因为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农委会的规划。那目前它释出18个区位出来，那18个区位出来，基本上它就是做地面型，它做地面型的太阳光电设置，啊。那刚才提到说这个专区设置之后，它是大面积开发，啊，可能是一个场域就是5 mega、10 mega， 这个是很大的。刚刚太阳光电系统业者他有提到，大规模开发就必须要设置比较大的一个变电站和馈线。那大规模开发它有个好处，它的设置成本会降低。那降低的结果，这个成本就能够 cover 过来，所以这个是可行的。那重点就是怎么样整合土地，让业者愿意出来，啊，同时呢，农民愿意释出到土地。副长刚刚也有提到哦，未来虽然现在有很多限制，可是未来会不会越走越平稳呢？还有刚才您说到，未来光电业者有可能会越来越多，是为什么大家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或者说您的考量是什么？为什么不会光电业者可能看好做收了？我们必须强调，我们行政院推动阳光屋顶100万座有一个程序了哈。我们早期啊，太阳光电的收购价格是12块9毛7，我们的市电价格大概2块8毛钱，所以它是高过很多的啊。现在目前降到4块，今年的趸购费率降到4块6毛6啊，表示说从12.97降到4块6毛6，表示它降得很大了。那这个时候啊，大概它大量推动的时机已经到了。啊，那过去我们从70 megawatt 开始推，一直增加到100、150、230、270，到今年我们已经增加到500 megawatt， 表示说这个市场的量是蛮大的啊。那业者呢，当然看到这样一个大饼之后，他们会想办法投入这个市场。那重点是在哪个地方来盖啊？那过去呢，当然是农业设施盖了不少。那未来呢，我们可以朝多方面来进行。比如工厂、厂房啊，或者是北部地区，啊，北部地区过去因为阳光日照条件比较差，那今年我们提高一些诱因呐，我们把南部的费率再加码12.5，啊，从台中以北的部分，包括苗栗以北、宜兰、花莲啊，都包括在里头，费率比全国就一般的费率还增加12.5，就希望这样一个措施啊，让业者来投入这个市场。OK。像副理事长哦，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自由屋顶，大家开始好好来善加利用。嘉义县已经有19，台南30，高雄市24。所谓的自由屋顶，您可以为我们做个定义吗？跟主持人报告，其实，在所谓自由屋顶的部分我们在推所谓的100万屋顶计划，其实遭遇了非常多的困难。那它最多的困难是这样啦，因为我们其实像南部是很多雨又很热。那么很多的大楼，以至于说一些机构，它为了顶部，为了防水或者是隔热，他们有些都会盖一些所谓的铁皮屋。那高雄市府一直在推说，他们希望把那一些真正只有防水隔热的铁皮屋，转换成太阳光电的屋顶。那但是这个部分，高雄市政府在推，但是这个政策目前在中央营建署是还是没有愿意放手。你觉得他的考量是什么？为什么不这样做？假如真的这么多好处的话，怎么不铁皮屋又加太阳能光电板呢？好，这个既防水又重电。这问题应该是这样啦，因为基于所谓中央层级的这个官员，他没有到下面去看，对他来说，他的第一个考量很单纯，不要出事，因为他怕里面会住人啊，他怕里面会住人或是做其他的使用，所以说对他来说啊，这个反正没有我的事。也没有人要求我要去搭配能源局或其他的部分来发展，那最好我就保守一点，你就一律不准做。但是其实这样的屋顶是可以被释放出来去做太阳光电，
包含有哪些？包含有一些畜牧社，它可能是有畜牧场登记证哦，但是它没有使用执照，或者是建筑执照。那有一些就可以搭配畜牧型的重电发展。是，还有一些很多的学校，它本来就是因为隔热防水的问题，它上面其实也搭了很多的铁皮。像畜牧型的这个工厂，它假如搭了这个太阳能光电大板之后，变成农业大棚，它实际是可以降温的，它有其他的好处，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说啦哈，它大概实际可以降温3到5度左右。那降温3到5度哈，实际上就是说它整个养殖就是那个猪啊，比较不热之后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它的产出会比较多，换肉率比较多。对，那比如说蛋鸡啊，它的产蛋率增加，那肉鸡它的生产周期变短，那这些都是整个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我们有看到，而且很多朋友反映回来的问题。所以说，所谓的自由屋顶，不是不能去做，而是说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说从能源局的政策那边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早期我们的太阳光电是有很高的补助，可能1 kW 最高可能补助到10几万，一开始。可是到民国100年之后，其实所有的补助应该都是取消了啦，除了趸购电价之外。那么既然取消了，当初因为要补助你，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屋顶啊，还有很多东西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其实已经都是所有的业者自费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要去考量，把那一些所谓的，比如说有合法工厂有所谓的临时工厂登记证，有畜牧场登记证，还是有一些百姓只是为了要防水，还是公家机关为了防水搭的铁皮屋，下面是没有住人的那一种，然后把它合法来看用什么方法来申请，让它来作为一个太阳光电的屋顶。所以像家庭、学校或是民间的工厂都可以来利用。是的。OK， 好，谢谢哦。今次今晡日呢，大家针对一个农体中天哦，做暗度嘅讨论。因真开发新能源其实系咧世界嘅趋势哦，而且呢，国家也是带头在喊说我们要节能省碳啊，农地上太阳能的棚架可以来种电，发展一个农电共生，这是趋势。而且呢，我们也知道日头呢可以来懂后跟能源。不过呢，这题的能源思考题，我们今天大家一起针对不同的面向，还有它的风险呢，大家 Q 哈来讨论。这题能源思考题呢，其实好像也不是这么的简单。不过呢，希望今天在座的贵宾有提供了这么多的检讨跟建议的方向，希望未来能给政策做的规划都行较好。非常感谢乡亲今日来收看全民台飞，什么感谢再见。